墨西哥导演艾方索·科朗 （Alfonso Cuarón） 的《罗马》（Roma） 今天夺下3座奥斯卡奖，欢呼声也同时回荡在墨西哥市罗马区街头。但影后出炉时，观众却忍不住发出失望叹息。罗马阐述1970年代一名原住民女性在墨西哥罗马区担任女佣的故事。墨西哥市官员为回报艾方索·科朗在自己小时候成长的城市拍摄这部黑白片，特地在公园设立大荧幕，让民众到场收看洛杉矶颁奖典礼现场的转播。在艾方索·科朗赢得最佳导演奖及最佳摄影奖时，数百名齐聚在此的观众纷纷发出惊呼。罗马这次也为墨西哥摘下首部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荣耀。许多人期盼首位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的原住民亚丽扎·阿帕里西欧 （Yalitza Aparicio） 可获封影后，她在大荧幕前后都赢得墨西哥大众芳心。因此奖落英国女星奥利威亚·科尔曼 （Olivia Colman） 时，众人脸上都露出沮丧神情。26岁的生物学学生奥杜内斯 （Damian Ordones） 说：“亚丽扎没赢奖真的很可惜，因为她代表了原住民女性，也因为她在电影里饰演的角色。”但艾方索·科朗获得奥斯卡让我们超级开心。我想我说的代表墨西哥人的心声。最佳导演奖在过去6年中5度颁给墨西哥导演。墨西哥演员达米亚·阿卡萨尔 （Damian Alcázar） 说：“罗马的成功是好莱坞打脸美国总统川普对墨西哥的狂言。”川普曾说，墨西哥是犯罪、非法移民及毒品走私的温床。在罗马未能获得最佳影片后，一名与会者形容这一区民众也快速地散场。中央社。